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大学指考来放榜，今年的录取率真高，将近98%。这个台中一中有117个学生考到台大，其中有10个人考到医科，这整体表现比去年较好。那台中理中有89个人考到台大，另外有121个人考到清华、交通、成功大学，嘛比去年进步真侪。 台中一中棒球队长李东阳录取正大，未来伊想要进入美国职棒大联盟。我们学校球队就是用中午午休时间和放学的时间去练习，我就是会各用1个小时，然后增进自己的球技这样子。 台中一中看今年的成绩单，有117个人录取台大，10个人上台大医科，整体表现比去年更较好。主要都是先重新复习这个高3选修课程的内容，然后去熟悉它的观念，还有该背的东西之后呢，再就是大量练习很多题目。那么我们留意到另外一个趋势，就是学生是不再以台大为唯一的考量，所以其实学生现在选系不选校的一个状况，相较于从前是更多。 台中女中的部分有89个人录取台大，录取其他国立大学的表现嘛比去年较好，也创下了这个升学的最亮眼的成绩。我们今年呢有超过13%的同学是录取台湾大学。早上会跟社团同学们一起下去跑步，然后早上精神就会很好。 校方表示讲，最近几年来，学生依照兴趣填志愿，有选系无选校的趋势。嘛，学生打出硕士款往国际去发展，都是袂歹的选定。